苗栗公馆有一间细间的豆腐店，坚持用天然抗菌的方式手工来做。早晨7点要开门，大家都会拿恁白的干的水壶也都去报到哦。下摆无限煮饭还买唔到呢。为样好卖，除了豆腐师傅，佮会做用料食材，还个系主要原因。店家用的是进口的无基因改错过的黄豆味，甚至是有机的黄豆味。最近头家陈淑菲和青岛台湾农民向来吃种有机黄豆味本能用，虽然是台湾有机的黄豆味数量过少，成本愈加高出，不过店家还是希望做到菜体生产、菜体消费，未希望人白明日愈做会出正经台湾味嘅有机豆腐，为大家食得到清奇、清好食的菜体食物。4點半天唔晴光，一般人還提水母，家間豆腐店就已經開始做生意。種類不同也會有差別啦。對，啊有些泡4個小時就開了，有些要6個小時，但這個還沒開。用來開唔正好。這個。中間還有落去咩？豆腐師傅佢收落嘅囤進鋪嘅有機黃豆味，多幾度，加水比毛，一下被規部間呢就撇到黃豆味嘅香味。香味同加個生木冇香料，對，它會比較香，會比較甜。那有機的顏色是會比較偏黃色。摸出來嘅水開始愛煮做透嫩，因為冇攞小泡機，還要用人工吞泡流出來。他剛剛停下來的動作就是靜置一下，我們是要幫助他消泡泡。透嫩不用靠人調嘅，豆腐師傅吳國珍攞嚟天然藥料，佢用心嘅天天嘅錄原來。對，它比較天然，然後它的營養成分比較豐富，它費時費工的部分是因為它的要求限制比較高，比如說它會有溫度的限制，它會有豆漿濃度的限制，你的濃度不夠就不能用鹽滷做。天味提起屋企嘅門巷，彈一條拍布嘅，當日扮硬嘅豆腐腦，雜比走，無限嘅2點2鐘，又香又順嘅手工豆腐乾能總算做好。所以這樣子等於一個早上了不起啦，2個人做就是6盤豆腐啦，對，6盤豆腐，然後24包的豆乾，很辛苦。經濟效益來講，按你說得否嗎？算不合啊，我們都在做賠錢的事業，因為你賣貴一點，客人可能吃不起；那你賣便宜一點，又不符合經濟效益，所以一般現在市場上沒有人要做這一塊。他們大部分都會用葡萄酸內酯啊，或者是石膏去做，所以鹽滷就是簡單來講，費工費時量都不大。
坚持用天然手工的方式来做豆腐豆嫩，料好食材，该受欢迎。不过因为产量唔多，冇切点，在蛮多的人客入单论水府的来买。没有，我先生大概就是这样大约啊，嘿呀、就吃习惯了，因为吃到这种口味很浓郁，嘿，很香醇，就唔会想讲，虽然我冇不用糖，嘿，还是很好喝。喝了这边呢，就会好像会上瘾这样子。价格安尼挑呢是在当浓当好吃啦，的嘛哈。啊，连我的女儿也很爱吃，因为她在那个北部上班，有时候会叫我说哦来买豆浆。像今天，她今天要回去竹北上班哈，她就叫我说帮她先买起来这样子，真的是超浓，豆腐也是很好吃。一间小豆腐店平常都用加拿大进口的飞机盐改粗黄豆味做原料，料内还会用韩国高级的有机黄豆味来做。有机的豆子，它确实品质是真的高出很多，它的蛋白质组成啊，它吃起来的口感呢，还有它的那个香气，真的是一般的黄豆比较没有办法比拟的。那飞机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啦，就是取得一个还算品质算还不错的。因为原料讲究，成本当然高，自然就会反映喺买家方。不过成熟非没失效，消费者冇办法接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一点担心，因为这个一个豆腐价钱可能就比一般市价多了1倍嘛。那可是吃过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那个感觉，所以就比较没有这个疑虑。一开始啊，我也是觉得说30块没有很多，你知道的。后来吃一吃，这样30块不贵呢，很好吃，真的很浓很香，超浓的。其实我们现在讲求健康，要是说贵一点点，我们是无所谓，只要健康的话，那总比外面的喝了便宜一大堆10块钱的喝起来，跟这个当然是宁愿价格高一点，也不贵到哪里呀。今年29係豆腐店嘅攤日咧，今日一定第一擺只能用台灣本地出產嘅有機黃豆味來做豆腐。姜没那么黄了，会稍微白一些。香味的话不会比美国的差太多了。台灣今日 WTO 過後，菜地出產嘅黃豆味改少，韓國唔是講係有機嘅嘢。陳淑妃乃如以前，總算簽到園林嘅農民用協漢，很自然來種有機黃豆味。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做了豆腐之后，然后就会更加关心说台湾到底有没有台湾的黄豆。因为 WTO 之后啊，因为杂粮作物国外进口就是很便宜，台湾没有竞争力，所以农民可能这几十年来都很少人种。希望说借由这个川龙豆腐坊的开张，那我们开始能够去用一些台湾的有机黄豆，那慢慢把这个台湾我们很常吃的这个杂粮作物，慢慢把它恢复起来。做细粒的，那叫迷你型。我这是建筑物才建出来。南阮自家出產嘅有機黃豆味，用協漢自家小嫩講，同美國嘅有機黃豆味來比，食材係真細粒。不過也有本土黃豆味，對提高台灣糧食刺激力來講，是係行出嚟成功嘅一小步。我覺得應該是它的實質上的意義跟價值的問題。意義跟價值就是講話就卡迪講話就，他對這個台灣的在的未來他對台灣的貢獻是有多大的差異。我是在這種心態下，還有就是說想說，我不下第一，誰下第一？那然後我就下去做了。不過同外國嘅黃豆味來比，台灣種黃豆味嘅本錢做得講高出嚟會5倍。現在種黃豆的話，如果說它的價格是5倍的話，外面上要接受的程度還比較差。那如果說只有2倍至3倍的話，種黃豆的無法接受，他們那成本不符合成本。真的是走在兩難的尖端啦。我覺得不能用現在的成本來衡量將來的成本啦，因為現在其實是在推廣期，那你所有的東西都是物稀為貴嘛。那如果越多農友種，那它的採收
好，它的那个就是整个耕作的方式，它可以有一部分机械化去取代，那人工成本下降，所以其实这是可以期待的。那我们觉得说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时间来促成。因为有豆腐店的支持，用协判决天秋天，我继续种有机黄豆位，还要种果发豆位。苗栗菜田农民没来钱，想我来种有机的。确实是有帮助，所以我这一年的秋季我会增加到1公顷。那上一次是种4分地，那这一次是种1公顷。因为这个黄豆它的市场它的需求很大，那它的用途也是很广，所以应该是台湾走黄豆应该是对的了，因为它的水量要用的很少，差不多水稻的1/30就够了。对，所以它的水资源现在地球慢慢的缺乏的话，应该未来是走小麦跟黄豆。因为他们已经想要采购我们的东西的时候，那当然会更加强我们去种植的这个意愿。虽然以前本来就想种，那现在会更想要去种。对，这个是当然是一定有一个帮助，一个助力在。对。对生产豆制作，就讲唔简单的台湾有机豆腐，做话好含少少的就豆上做，请大家吃上看咯。食起来又嫩又香，含皮豆再蛮香的调味米，每个人如食都一定满足。味道跟市面上买的差很多，这个比较浓啊个香，有机是我们这个是做有机的所以对身体比较健康的。我们觉得豆腐它其实是非常高蛋白质的食物，那其实它不太可能离开这个就是做的时间太久，它应该做好要赶快吃，好，那它才能够保持那个新鲜跟美味。所以我们的想法并不是希望这个豆腐坊把它变成一个量化很大工厂型的一个方式，而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举动，那有更多的农民他可以去种，那更多社区型的这种小小的豆腐坊可以起来，那就由社区居民他们自己去决定他们可以怎么做，或者是他们有人可以来学这个怎么做豆腐的技巧，然后让更多的这种小豆腐店可以开张。没钱啊，穷，买不起机器，只好用手工。一粒台湾出产细细粒的黄豆味，一对天然手工做的细细角角的豆腐，看起来既简单既平常的食物，其实可谓喺背后有一群人一定的信仰同坚持。一间细细的豆腐店，整体慢慢地爱做到菜体生产、菜体卖出的良食经营。也如係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感謝大家嘅收看。台灣也是本人講係前備志向，唔過人口現增加、都市化嘅國家，過度比同都看唔到嘅，甚至因國家重大建設，像桃園航空上有一項國際機場地上跑道擴建計劃，怕過不中而囤係亞洲太比同哦。政府同民間用嚟看安尼嘅矛盾呢，下禮拜向下嚟關心，我哋再會。